喺五戒之中最難守嘅咧，我覺得就係不妄語呢一個戒律。對一個蠱惑嘅人嚟講咧，要佢唔講大話咧，幾乎係冇可能嘅事。佢哋係必須要透過講大話去掩蓋事實，一直呃人去達到自己嘅目的。我曾經咧都見過一啲人，佢自己講過嘅大話咧唔記得咗，喺若干時候之後，你問翻佢咧，佢就會好似鬼拍後尾枕咁樣，自打嘴巴，將個真相講翻出嚟。不妄語咧，其實就唔係淨係言辭之間嘅一種修行，而係誠實、守信用同埋正氣嘅表現。一個人咧唔做壞事咧，根本就唔需要講大話啦。心術不正嘅人咧，個面相會變得越嚟越鬼鼠啦，眼神會變得越嚟越閃縮。個嘴咧會生得越嚟越歪嘅，習慣呃人嘅人咧，其實連自己都唔可信嘅，好自然就會對所有人都會起疑心。當世界上冇任何一個人可以信任嘅時候，呢個就係佢最大嘅現眼報啦。